今年的过年，台湾有电视台24小时无休困，一直播送着中国的电视剧《后宫甄嬛传》，收视率有够悬，点来看的流量冲到473万次。为什么12年前播过这出电视剧，12年后伫台湾也是遐侪人爱看咧？可能真正是真好看，也毋过有中国摕来小摆统战台湾咯。国台办讲，这会当充分来说明两岸血脉相连、文化相通。结果，互台湾的网友甲开转去，讲吼，这个播出的时阵，上侪人看迄个片段时间点，就是咧演皇帝死去的时阵。嬛嬛，你醒了。 你已经睡了好几个时辰了。你敢嘛是影片内底查某主角过年一个困，就困到唔知人，啊目睭闭互开。皇上，这水有问题。智慧认真的傲气，看几遍啊，感觉拢看袂sen你害得世兰好苦啊！你亲目睭看花花弄表弄几遍啊？庞俊。 安尼拢无倒着新冠疫情，各大也搁伫咧烧声。因为台湾有电视台伫咧过年时啊，24点钟拢伫咧放送，一个播出就是播5摆，收视率嘛拼超过473万次的高流量，逐工看这出戏，敢讲拢袂烦。真气做不到。 《甄嬛传》等大陆经典电视剧在岛内24小时不间断的连播，充分的说明两岸血脉相连、文化相通、心灵契合。12年前，伫咧台湾首播的真经传，过12年了后，嘛是这么侪人看，有每种也来出考题，看你会当摕到几分？你自己看。 国台办认为，两岸人民唔免智慧认亲，得当证明咱是共兄弟。因为智慧认亲的影片播出来时，就1万28000人对咧看。到台湾网友惊喜讲，上侪人看的时段就伫咧遮。皇上，驾崩。唔知影国台办听了心肝头，敢会艰苦坐挂？无论大过年或者是过日子，电视一个拍开，民众也是上爱伊。小强，你怎么了，小强？ 小强，你不能死啊！收视率永远上强，周星驰电影可能这是民众看袂惯的影片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